收看闽南语连续剧《啥人的囝》。多谢你，若毋是你吼，明良今仔日嘛毋知变做啥物款。这拢是缘分啦！我一世人都无娶某，自该爱做罗汉脚。现在天公伯啊，疼惜我，送一个明良互我做囝。时间过得真紧，目一个年12年，唉，我应当爱满足了。我知影，我雄雄甲明良带转去，你心肝内一定足毋甘的啊！我咧做有较自私，啊，毋过为着明良的前途，我希望你能了解。这我是袂怪你啦，毋过囡仔你要带去，我是敢若咧挂肉共款。这我了解，毛先生，所以我毋才答应讲吼，每一礼拜我拢会带囡仔转来看你。就算讲你无要求，我嘛安尼做啊。我要互下一代人知影，什么叫食果子拜石头的道理。对啦，啊，明良转去，会管是会下面，大家嘛拢足疼伊的。当然啦，有较袂习惯，暗时咧困的时阵哦，请个下面咧叫阿爸。啊，毋过伊咧叫阿爸，毋是咧叫我，是咧叫你咧。你若知影咧叫我，哎，就叫阿爸阿爸，迄阿走去啊，阿走去田里啊，走去。我呀无安慰，无安慰我12年啦。啊，有影爱功课好无？明良这个囡仔吼，足巧的，功课袂我烦恼啦。也毋过，有一件代志，我真担心。什么代志你会担心？啊，就最近明良熟悉一个阿姨，虽然这个阿姨无讲伊叫啥物名，也毋过我咧怀疑，伊就是淑琪啊。淑琪啊？这摆有可能？淑琪咧10万年前就失踪啊！你敢袂当确定是看到伊？我嘛无把握会当确定啊！啊，无看伊的背影，明明就是淑琪啊！真可惜啊！我叫过要甲看，啊，等一个月就无看人影。吴先生，你想看觅？假使伊真正是淑琪啊，那伊来找明良，到底是要创啥？敢讲伊要甲囡仔带走？迄哪有可能？伊若要来带，就来我遮带咯。是安怎你带转，才要去找你咧？恁咧讲嘛是有理啦。也毋过这个阿姨最后有留一张被，讲伊今摆要去一个所在，暂时袂当甲伊见面。啥呀？你讲伊要去一个所在，啊，袂用喊伊见面哦。你甲淑琪是共庄头的人，那你对伊哦一定是较了解。那照你想，伊去找明良，毋知什么用意哦。听你安尼讲吼，我是无法度确定讲迄个人就是淑琪啊啦。啊，毋过伊若要带囡仔转去，嘛应该出面讲较对啊。你知嘛？咱爸爸拢是查某人，我相信讲我的心情，你一定是了解的。淑琪是明良亲生老母，对。也毋过，我到细明已经是阿某啊。假使讲伊若真正要来将囡仔带走，伊安尼去做，毋是互一个真和谐的家庭，因为伊来了一个风波。这哦，而且我嘛捌想过，你认为淑琪啊，是毋是会因为讲细明即马是一间大病的院长，伊想要利用囡仔来甲卡伊？哦，袂啦，淑琪啊，这个人吼，个性毋是安尼啦。啊来下吼，当当时伊若是将囡仔送去互添教，啊直接抱囡仔去世界甲卡伊就好啊。世界当年家境是袂歹，啊，不过人要甲即马比，佫差一截呢。安尼哦。啊，迄即嘛，这个孙仔吼送你。哎呦，酸啊！哎呦，遮贵物件唔好啦。不要紧啦，你吼较早对明良这么照顾，我本来就应该好好多谢你，敢毋是咧？你继续起来啦。啊是讲后摆小淑琪若是来找你，啊是讲你有淑琪的消息，你即嘛，你会记得甲我通知哦。安尼啊。吴生，啊，遐个囡仔是走去佗佚佗啦，那到今仔袂转？对吼，啊，就讲要溪边掠鱼啊啦，啊，佚佗甲袂晓知影当转来。啊，溪边为着去，你甲我讲，我带因转来。袂啦，明阳吼，这个搭真熟，
你这个放心啦。天哥，细明啊，我菜拢准备好啊，会用起来食呢。来食饭，来。阿哥，哎，俊兴啊，哎呀，你哪里淡落落安尼？拢是害我的啦！哎，俊兴，你莫那么后白讲哦，我当时甲你害的。若不是你，我哪会无去水底？你家己无胆，摕着有装，才跋你水底啊！甲会讲一句话，你当然嘛替伊讲话啊！英生，你讲是不是你害我的？你看，你应该讲毋是我。欣欣，你唔敢讲是？你做你讲，阿金无你靠。好啊好啊啦，囡仔无安怎好啊。对啦对啦，啊，打衫换掉就好啊，对无？来，我给你换衫。啊，总之要食饭，快紧的。好，好，乖乖乖。来，回家来，回家来。细明，什么代志？我知影你最近为了明良熟悉迄个阿姨的代志，伫咧烦恼。实际上，我嘛毋是遮尔无度量的查某人啊。假使讲迄个人若真正是俗气，我嘛是会谅解啊。虽然讲吼，这间病院是咱家己的，抑我即摆是上班时间，上好莫讲私人的代志啦。莫讲就莫讲。遐毋过有一件代志啊，我一定要甲你讲。你三个囡仔，我应该转去私立学校吧？啥？你甲转学？你是安怎要咧做？我当然嘛是为着你呀、你想看卖啊？迄个查某也毋知是啥物人，伊不是去甲明良哥哥甜，安尼对囡仔来讲总是无好啊。倒不如趁迄个查某即仔无伫的时阵，将这条线切掉。规地你已经做啊，你即摆甲我讨论这，敢袂收慢？细明，即种代志是袂拖的呢。万不你迄个查某若是搁去找明良，代志毋是愈来愈复杂。我毋知先做再甲你讲啊。规定吼，你安怎讲拢有道理啊，你安怎做，我拢无意见啊。我干来希望明良讲会当平平安安、快快乐乐过日子，任何人拢莫去搅了。安尼，我就放心啊。等下，细明，我感觉最近你对我愈来愈冷淡，我无亲像较早咱结婚的时阵。你讲，问题是你也是我。你莫有白想，咱有啥物问题？对，咱拢无问题。那安尼落受第三者伫咱中间制造问题，你家己心肝真清楚，你就是唔愿意面对现实。一个后白讲啥？我无后白讲，你若唔敢讲，我替你讲，是属记。但俗气啊，已经死遐尔侪年啊！你咧讲伊要创啥啦？你够无聊呢？伊无定是真正死啊，也毋讲伊夫不散啊。我感觉伊随时随地会出现伫我身躯边，破坏我的家庭。彩虹，我唔甘愿，我是你的某囝，啥做伊伫你心目中的地位，却差比我较大。好啦，我承认我思念伊啦。过去我甲俗气啊迄段感情，我无法度放袂记。尤其吼，伊搁替我生一个囝，敢讲我怀念伊，安尼有罪是？你照样讲做实在话啊，对哦，我袂生，我袂当替你死甲团休的，这嘛是我一世人心肝上痛的所在。我无怪你想，你思念伊，敢毋过，都感觉你见面困做伙的人是我，你想我是甲逃避甲最是吗？好啊，这是病院啦，莫有病头好无？记得啊，你毋是伫南部，我来倒倒。咱无感情代志，我拢处理好势啊。那美国若躲袂掉呢，阮才搬倒转来。啊，我已经请一个厂长伫遐管理啊。拄则伫外面听到小姐这名是安怎？是毋是吹着？无啊。小夏，你是毋是无欢迎阮搬转来住？假使讲你若无欢迎，无我甲恁阿兄搁搬转来南部住，好无？阿嫂啊，当你哪安尼讲？我是甲细明参详一寡代志，已经无代志啊。好啦，咱若无代志，上解好啦。细明啊，咱到恁食饭啊？歹势，恁去就好啊，我都有代志要处理。是的。哎，这边。咱到底是安怎啦？恁两个哪会冤甲大细声？小琪，拢
拢是因为迄个小鸡。哎呀，你甲我斗相共。好啦，啊，咱拢家己人啊，无甲你斗相共，是要甲谁斗相共？可是讲迄个小鸡若真正无死，我绝对爱伫生命找着伊进前，将伊找着。爱一个人需要活动，需要我做时间讲永远。烟花如此啊，风雨中的花蕊飘。对啦，阿姨，礼拜哦，我要转去阿寮，你要跟我做伙转去无？阿姨伫个人兜煮饭，我若是话走就走。啊，头家甲头家娘是要食啥？人工无手，叫人家己煮就好啊嘛。安尼啦，连工哦，你一定爱带伊去佚佗哦。好，就安尼约束。是头家。哎，少强啊，啊你要坐？无啦，我著出来行行，即摆要倒来煮饭啊啦。唔免啦，我看你啦，规气到底遐食饭啦。咁好。啊，食起来饭哪有啥物好唔好啦？来，我敬大家吼，我先啉啦。嫂，哪人将烧酒啊当做滚水咧啉？你较早真少啉酒呢。我欢喜啊！我今日咯，不但要敬大家，而且啊，我搁要一个一个敬。对啦，我先敬素琴。素琴，这几十年来吼，你伫阮兜做甲遮尔啊尽心，啊，我拢找无一个机会通甲你讲多谢。来吼，今仔就这个机会，我敬你。头家娘，歹势啦，我袂晓啉烧酒。你袂晓啉烧酒？等我看吼，是敬你的对象无共人啦。假使若客当敬你，无安定，你就连啉3杯哦。你到底是在讲啥个？啊？啊，今日真难得，大家有斗阵出来去食一点饭。你若讲遐有话无要创啥个？等我敬伊酒是哪嘛啉？好啊，爱啉安尼啦，我替你啉嘛。你替伊啉？你是凭啥替伊啉？你挑你啉，互我看是无？哎呦，好啊啦，等你拿到某人要冤家哦，等伊找到冤啦。外口是去用笑呢，你够奇怪。我若知影你要安尼生哦，我就无爱甲恁传。我若是有代志甲恁参详，顶多做看恁冤家。小姐，歹势啦，拢是我唔好，我无应该来，我诚实嘞。哎，出去，出去！做贼心虚。无啊，你到底是安怎样啦？你有啥话你坦白讲就好啊嘛，无啥讲人家借口倒说啦。我来想无呢，只要去高阳了哦，你就一定有说球教我无好面手相看。你到底是安怎样啊？迄当然问你家己啊！你即摆反倒转来咧问我。好，我问你，去高雄唔免带伊去，你是安怎要带伊去？你莫叫想我唔知你心肝内底想啥物。咱像一今仔日这顿饭啦，你根本就免带一个下骹手人来，你是安怎要带伊来？你讲啊！啊，当咱最少就啥就这照我大汉的啊！我早就伊讲过家己的人啊，这是不是唔对啊？要啉大个来啉啦，无较济来啦。哎呀，嫂，拜托好无啦？啥无？小姐无可能去，大人来无吃饱你啊！小姐，参过者上佳名，保证家庭平安，婚姻美满。我讲下，我连我家己号做啥物名都唔知，是要算啥物名？你搞我无醉啦！我来无醉啦，哎呦，惊好啦！大人大囝啊，啉茶。收起吧。哎，头家娘，头家，哎呦，头家，哎，安尼水干安尼啊？拖我滚拢垃圾去。你小甲顾，我来内底小洗一下吼。哎，头家，头家，我来泡茶，你啉啦。小姐，你安怎走？
我有话要甲你讲。头家，你要创啥啦？苏庆啊，我有一句话，真早我就想要甲你讲，要不过我一直拢无勇气甲你提起。我毋是讲今日我啉酒的关系，我通平甲你讲，我现在要讲的话，绝对毋是酒，你敢知影？这是我想过来的话，苏庆，我甲你讲。头家，你有话你就好好讲，你哪里 QQ 闹闹啦？头家娘仔看到伊的误会。毋是误会啦，苏庆，你敢知影？我足自私，你知无？我甲你有一间病院遮尔啊大间的，我竟然无带你去检查你的头壳。你知为什么无？因为我自私啊，我惊。我惊伊讲你若回互你会记住了，你会认为我遮，你知无？头家，你无希望我回互弟弟？我唔管讲你过去你伫做啥，我嘛唔管讲你叫做什么名，我敢有一个希望，我希望讲你永远留伫我的身躯边。苏琪，你知吗？我爱你，你知无？苏琪。我爱你，你知无？苏婷。为了你有某囝，你有家庭，咱两个无输配。谁讲无输配？苏婷，你听，我对你讲真。头家，你莫安尼。苏婷，这几年，客都一直对你用心计较，我拢忍气。即摆你还讲什么话通去袂解？我请你这是交出去。头家娘，代志毋是安尼，你听我解说。免讲，我要听你解说，你给我死出去啊！头家娘，我叫你莫管我离开这，我若离开这，我唔知要去倒位。头家娘，我求你，请你莫管我离开。我歹听啦，你给我出去！你即摆给我死出去！你出去啊！头家娘，出去！好啊啦。美冠，你即摆是创啥？我即摆来创啥你也唔知？人第一讲啦，酒醉吐真言。原来你一直在唬骂我，即摆人第这，你讲，你有啥物话说？这个代志跟根本就无关系啦。是我家己找伊你高高甜的啦。你即摆赶伊出对根本就无公平嘛。会用的啊？你若要赶人？赶人赶我，爱赶的是我啦。原来你两个早就要我，要带你出去对吧？你就是你两个带你出去，都无人会来管你啦。马克的，你要水来水水啊！我袂让你小心注意啦。阿嫂啊，他有啥话好好啊讲啊？他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家己阿兄，你家己知影啦。因拄则，佮苏庆两个人咧客厅，人来人去啦。我怎么你爱我，我爱你？